台湾日历，你看有中华民国国旗，繁体中文版的嘞，还有万年历、黄历，刚刚已经有测试了，可以用。还有是鲜活圣诞日期，农历台湾日历哦，好诶。哇，节日，佛教、道教节日哦，这个好。神明圣诞日哦，也不错。初一十五要拜拜，要提醒。哈哈。计算时间，转换日期哦，还可以转换呢。岁数、生日的设置啊，设置什么？免掉广告啦，月历设置啊。提醒设置啦，年份。语言啦，给评价啦，意见反馈、分享程序版本的使用条款哦，按不出去啊。哦，刚刚。漫长周末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月，12个月份。8月，现在8月29。周日周1、2、3、4、5、6，8月29。哦，真好嘞！如果能够再加上一些提醒修身养性的啦，修身养性专用的日历，农历的哦，什么初一十五啦，神明圣诞日啦，都要禁止性欲啊，禁止行淫。哦，底下还有生肖了呢，哎呀，很进步哎。那今年是狗年，你看那个12生肖的狗就有那个反黄，你看，时代很进步啊。还可以查上个月的呢，还可以做笔记哦，哇，很棒啊！哦，比如8月，比如说8月31号有什么事情啊？可以做笔记哦，哎呀，可以做笔记耶，哎呀，日期然后加上要做什么事情，做笔记耶。